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。張將軍家廟。1884年，光緒皇帝為咗表彰張其光將軍英勇抗擊侵略者，獎賞官銀，建成咗張將軍家廟。建築嘅規模咧就係按照有功之臣嘅規格，由朝廷欽准建造。整座家廟咧就具有晚清嶺南建築嘅風格啊！佢嘅駝峰啦、枕墩啦、外牆都有十分精美嘅木雕同埋灰塑啊！家廟咧佔地2000幾平方米，由前中後3進式組成。張將軍作為廣東唯一嘅鎮勇巴圖佬，咁一般認為咧，張其光嘅歷史功績咧，幾乎可以同阿梁啟超齊名嘅。咁所以本地就流傳咗新會文有梁啟超，武有張其光嘅口頭禪啦。張將軍嘅人生咧就好似電影一樣魔幻啊！歷經參將、總鎮、總兵、水師提督呢啲，我只係喺電影先聽過嘅名咧，張將軍全部都有啊！1895年，張將軍喺前往寶山閱兵嘅時候咧，突然間嘔血，病逝喺海防任上。終年64歲。張將軍呢世咧就值得噶啦，因為佢死喺佢熱愛嘅崗位上邊啊。咁好多網友都話要同我一齊探索舊建築。咁我諗到嘅係咧，如果你好似係張將軍熱愛佢嘅崗位一樣咁樣熱愛古建築，咁究竟係乜嘢困住咗你呢？探索最迷人嘅就係咧，你唔知你會遇到乜嘢。因為本身我路過天庭初中嘅時候咧，我淨係諗住入去探索一下嘅啫，跟住就意外發現咗喺入邊嘅張將軍家廟啦。呢啲被時光掩埋嘅故事咧，就係咁遇到啦。又例如我老表嘅女朋友咧，本身都冇打算同我哋翻鄉下嘅，咁點知翻嚟開咗個電動車咧，就唔捨得走啦。先出發，你先至知你熱唔熱愛呢件事，有冇堅持做落去嘅熱情。活在當下咧，老細。如果你想同我一齊探索古建築咧，你要留意翻主頁嘅新活動啦。總之就好流。你冇做翻